因為這出電影的爭議引起眾人開始關注林家血案，社群平台也有真濟人分享對台灣歷史的反思。教育部也順這個趨勢推出補課業配專區，提供給民眾一個管道來熟悉台灣史。也出版社表示講，和台灣史相關的冊最近銷量也變得真好。日本大導演北野武所說的一段話：大災難不是死了2萬人這件事情發生了1次。而是死了1個人這件事情發生了2萬次。間接因為一出電影爭議開始關注林家血案，在社群分享對台灣歷史的反思，嘛帶動一陣補課的風潮。教育部嘛順勢推出補課部的專區，讓大家有管道找出甲認識台灣的歷史。最終他覺得那個攻勢太強烈了，所以他回到他的總編輯室關起門，他做了自焚這樣的一個決定。那上新的一集是替觀眾補地南洋的課，教育部嘛講，因專區的補課影片是透過挖緊生活的方式，讓民眾補台灣史。在理解的當中吼，咱學習到互相的包容吼，咱更加珍惜咱台灣啊民主發展的成果啊，所以咱這補課的每個專區啊吼，我們是唔那是一個學習的平台，我嘛希望講會使成為咱民眾會熟悉咱台灣歷史的重要的路口。另外，補課風潮嘛，在網絡滾價爾。出版社講，這陣風潮嘛帶動愈濟民眾買台灣史的冊。突然間，知覺到講，原來咱過去對家己的歷史、對家己的文化攏無啥了解，所以佇咱最近這個冊市嘛，引起這個台灣歷史的冊大賣。出版社嘛希望這陣補課的風潮會當愈拖愈大，希望更加濟台灣人會當重新好好認識咱的台灣史。記者郭金陽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